呢條就係大家都熟悉嘅九廣鐵路啦。全程由九龍到廣州市，總共長達111里。其中由九龍總站至到羅湖站嘅一段就係英段，全長22里，亦即係大約34千米。千祈唔好睇小呢一條貌似年紀老邁嘅石鋪鐵軌，因為自從喺佢建成嘅嗰一日起，70年來，無論係喺客運或者貨運，佢都係一條主要嘅通道同埋輸送命脈。佢曾經飽經滄桑，經歷過2次大戰嘅烽火，而至今仍然能夠靜默咁樣擔負起佢與生俱來嘅工作。而雖然我哋只係熟悉佢短短嘅一小段，但係我哋嘅呢一小段只係一個開端，因為理論上嚟講，你係可以喺呢度沿住佢通往廣州之後，更可以搭火車穿州過省，取道北京，經過莫斯科而直往巴黎嘅。記得起最初1906年建造呢一條鐵路嘅時候，實在係工程浩大，飽經艱辛。由尖沙咀至羅湖，沿途移山填海，挖土劈石，人力辛勞唔再講啦。喺財力投資方面，喺當時亦都係世界上建造費最昂貴嘅鐵路之一。經過5年嘅時間，九廣鐵路英段終於喺1910年10月完成啟用。而至到廣州嘅華段，亦喺第2年10月建成通車。最初本嚟每日都有4班廣穗直通車運載廣穗旅客嘅，但係自從1949年之後，直通車就一直停辦，直至30年之後，即係79年，廣穗直通車先至再次恢復服務。現時九廣鐵路除咗貨卡列車之外，客車方面，每日都有4班直通車行走九廣兩地，而經常都滿客噶。咁至於行走於九龍同新界間嘅英段班車，每日由清晨6點至午夜12點，平均每54分鐘一班，總共20班。喺早晚翻工放工最繁忙嘅時間，同埋喺假日，鐵路局就會視乎需要增加班次，每班車所拖嘅車卡亦都會適當咁作彈性嘅增加，以應付洶湧嘅乘客人潮。咁本嚟一路落嚟幾十年，由於來往市郊嘅乘客數量冇太大嘅增加，經濟方面鐵路局亦都能夠自給自足，咁所以火車服務方面可以話係冇乜俾人注意，同埋冇乜嘢特別嘅發展嘅。但係直到最近幾年，就開始越嚟越多人談論火車服務嘅問題。而一般多數都係抨擊現時火車服務唔好、唔足夠，同埋要求有關當局加以改善嘅。歸納嚟講，市民最抱怨嘅呢就係班次唔夠，等成個鐘頭先至有一班，一下趕唔切，又要等多成個鐘頭。準時去到車站，有時啲車又5點遲到，搞到失晒預算。咁有時一早去到車站又唔可以買定飛，係要等到夠鐘。車到之前半個鐘頭咁先至開始賣飛，就搞到人多多一齊逼。而喺翻工放工最繁忙嘅時間，雖然話係加多1-2班車，但係始終唔夠嘅，好多時都冇位坐，甚至要企到出車卡外，車又行得慢，喺每一個站有時候要等好耐都唔開車，咁人又多又熱又焗，最慘就係撞正隔籬，如果係停咗一架運豬車嘅呢，就更加臭氣熏天。冇錯啦，而家坐火車，尤其是係普通位，好多時都會冇位坐嘅。1個鐘頭一班車亦係疏啲。咁但係點解直到呢幾年先至咁多人不滿班次疏同埋咁逼人呢？相信呢個同新市鎮嘅迅速發展係有直接嘅關係。由於人口遷移嘅關係，新市鎮例如沙田、大埔、粉嶺嘅人口都已經不斷激增，而喺未來10年內更可能倍增。估計到1990年，沙田將會大約有75萬人，大埔有23萬人，而粉嶺、上水等地都會有將近20萬人。3年前每日火車嘅載客總數平均只係3萬幾人，而家就每日有成6萬幾人，增加成倍。而預測到85年，每日火車嘅乘客將會有25萬，
咁到咗1991年呢，就會達到50萬之巨嘅。咁當然人多咗，本嚟就應該相應不斷增加班次，疏導乘客嘅。但係問題就係火車唔同巴士，班次係唔可以話加就加，而就算有足夠嘅火車頭同埋客卡，都冇路俾佢行啦。因為現時由九龍到羅湖，除咗車站地帶之外，其餘整段鐵路可以話係幾乎全部係單軌嘅。咁所以基本上站與站之間嘅每段路軌上，只能夠有一列火車行走，而上下行列車通常就係靠喺站頭雙軌嘅地帶處等候前邊到下一個站嘅一段路軌通行無阻，同埋攞到嗰段路嘅行車專用權啦，咁先至可以繼續前進嘅。咁由於要互相遷就時間行車，同埋輪流使用單線行車，班次係冇可能太密嘅。同時，如果有某一啲事故，例如路軌上忽然間有啲障礙物，或者車頭有故障，又或者其他任何預計唔到嘅問題，而其中一列火車喺某段路軌上係唔可以再行，而需要暫時停滯喺嗰度嘅呢，咁就唔止整段路軌上嘅其他上下行車會因而誤點，有時甚至會令到該段路軌全面癱瘓，暫時只能提供局部性嘅鐵路分段服務，咁直至該段路再度通行為止嘅。另外一點令到有一啲市民擔心嘅呢，就係火車嘅安全系統問題啦。因為最近曾經發生過幾宗火車意外事件，以至開始有人懷疑火車系統嘅整個操作以及控制過程是否有唔完善嘅地方呢？有關發生過嘅幾宗意外事件喺呢度，我哋暫時唔打算詳細追究根由。我哋亦都相信有關當局嘅專案小組會查究出原因，同埋作出妥善嘅安排，盡量避免再發生類似嘅意外事件嘅。但係究竟火車嘅來往控制操作系統係點樣嘅呢？我哋或者可以一齊睇下噶。嗱，呢個就係位於紅磡火車總站嘅控制中心啦。呢度所用嘅係一啲先進嘅電信系統，控制標板上可以根據燈號睇到火車嘅動向同埋路軌嘅情形。咁但係就只限於由總站至到大學站以南嘅一段路線。由於喺鐵軌道沿途都裝有電路，咁所以火車一行過，電子感應就會傳到控制室標板上。而家你所見到嘅紅色嘅一節呢，就係表示火車嘅位置啦。咁控制員見到火車嘅實際位置同埋行走方向，就會按掣睇下佢前面條路通唔通。咁如果佢前面嗰段路係冇車阻住，同埋有關嘅較剪口，咁即係波口係已經落咗喺適當嘅位置嘅呢，燈號就會轉為綠色，表示列車可以前進。如果較剪口未啱位嘅，燈號係一定唔會轉綠色。咁如果個掣失靈，仲可以扭呢啲後備掣。如果連後備掣都失靈啦，咁就要揾車務員用人手操作啦。總之，如果前邊路軌係有車或者未較好較剪位嘅，燈號就一定係紅色噶，而司機呢就一定要停車啦。咁通常一列車攞到某一段路嘅行車特權之後，就多數一路都係綠燈噶。咁所以如果途中見到有紅燈嘅呢，司機停車之後就可以喺最近嘅電話處打電話翻去控制中心問清楚情形啦。本來呢個系統係好先進同埋完善嘅，咁但係暫時只能夠去到大學站以南，所以當火車將近脫離控制室嘅監察導行系統之前，控制員呢就會用呢個電話機搞兩下作為信號，大學站方面就會接到通知，提供通路啦。